哇！呢個景觀成幅畫咁樣喎，仲要尺價先係4000幾蚊尺啫喎。新樓嚟講有2個露台，3房2廁，全部都係明窗，尺價4000零蚊，面積1463尺。間房都係咁大，你唔需要諗點樣擺位，甚至3間房都有2隻窗。你睇下啲客廁都係明窗。呢間屋嘅實用率去到80%，你唔好見佢1400尺，實際上對比出邊市面上嘅單位，起碼有1600尺。嗱，廚房呢邊都有個露台嘅，廚房嘅空間一啲都唔細，仲要係中央石油氣。嗱，睇埋個主人套房啦，喺呢個位置，同樣係有窗嘅。嗱，講緊首期都係143萬嘅啫。咁鏡頭前嘅你有興趣呢間綠洲嘅話，不妨喺後台留低聯絡方式，關注晒所有平台。我係 Oscar，再見。